今晚嚟到嘅團隊嘅成員，每一個即係一個都唔能夠少，每一個都咁重要。我好想喺呢個 show 嘅開初，首先介紹咗今晚嘅 Benita 梁基澤，基澤，多謝你，基澤係我一直合作無間嘅咁多個演唱會，好多個演唱會合作無間嘅 Benita， 多謝今晚就拜託你啊，同埋所有 band 嘅成員，我哋加油兩場嘅 show。大馬嘅觀眾哇，數手指，我上次喺大馬開演唱會已經好似係10年前嘅事啦，撞鬼啊！即係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啦？下一個10年我都60幾歲啦。咦，你哋可能有啲都80幾歲喎，到時唔好笑得咁大聲喎，你檢討下自己嘅年紀先。唔緊要，我哋一齊成長，好嘛？一齊去見證即係生命嗰個美好，一齊見證 Sammy keep 得幾好啊，係咪？我唔知搞啊，咁都真係 keep 得幾好嘅，我都講。咁今晚咧呢個 show， 我就原汁原味將喺澳門嗰個 show 完全咁搬過，因為好多朋友睇過澳門嘅 show， 覺得哇好精彩，好中意個 run down。咁我見有咁多朋友都冇睇過，我就今晚好少可我唔改嘢，我通常我都會狂改嘢，但係我都覺得呢個 run down 係相當之圓滿啊！每一晚睇嘅觀眾都好開心，所以我就決定今次就原汁原味送俾大家。咁跟住呢隻送多謝你哋個 show 一路咁樣 run 落嚟，睇得開唔開心啊？精唔精彩啊？真係需要200幾人啊！唔講笑。嗌下啦！我行咗過有冇燈㗎？啱就得唔得？有少少白雪公主裝，靚唔靚啊？我試嗰陣都覺得自己好靚啊！我一定嘴都講出嚟啊！真係我都唔知講乜好，好多嘅感動，好多即係我感受到你嗰種熱情，即係大家咁耐冇見，不但冇生疏，我依然感受翻大馬人有嘅熱情啊！果然係熱嘅地方，果然熱辣啲啊！我塞住兩隻耳，我都聽到你哋嗰啲歡呼聲嚟睇你，幾嗌下嚟聽，再勁啲，唔差唔多。不過我顧念你嗰個年紀大啦，咪話你啊，我都年紀大。咦，嗰啲朋友想見下真身啊，想見下大少公子，好開心。好啊，咁跟住落嚟呢個環節咧，就預備咗好多嘅電影嘅歌曲嘅。我覺得我嘅視野又特別啲，我嘅電影同埋音樂就好似雙軌並行。咁所以喺咁多年嘅電影世界裏面，其實我都拍過好多次拖啊，好多啲靚仔男主角我都拍過電影。咁跟住落嚟呢一隻歌咧，死我都唔知係咩歌嘅呢套戲已經2000年啦，即係講係25年前，應該個個出晒世有得㗎啦，出晒世有得。呢套戲就係25年前，即係令我開始好成功咁打入呢個電影圈，就係靠呢一部電影。唔知你哋對於呢一部電影裏面嘅愛情認唔認同咧？Kinky 啊，Kinky，哇超！我哋一齊重溫下佢哋愛情嚇。我自己同我歌迷都慢慢成長到一個，其實都唔使 encore 咁多首嘅，大家都要趕住翻屋企湊仔啊，翻屋企瞓啊，又攰啊，今日又做成日嘢啊，眼瞓啊，又個仔啊等住你翻去，大家都去咗呢啲年紀啊，翻去有啲仔啊女啊等住你啊湊啊，咁所以我都唔阻大家啦，有幾位大家謝上。大家又揸車長途跋涉係嘛，所以唔好搞到咁夜啦。喺呢度咧送今晚最後一隻歌俾大家，真係好開心。今次雖然我大部分都唔認識台下觀眾，
你知我叫鄭實文，但係我唔知你叫咩名，但我感覺好似見翻啲老朋友嘅感覺，係老朋友啊，唔係朋友，已經係老朋友嘅感覺，係有一種好似又見翻大家好開心，好似有一種聯繫，有一種無形嘅聯繫。呢種聯繫我諗就係嚟自我嘅音樂。我咁多年，我嘅音樂或者我嘅電影世界，我裏面嘅角色就好似陪住大家成長。咁而家大家都去咗人生唔同嘅階段，我只好希望大家喺自己呢個人生嘅階段，都可以揾到自己屬於自己嘅快樂，屬於自己嘅奮鬥，甚至屬於自己嘅夢想。唔好話40-50歲做都冇夢想，其實40-50歲都可以有夢想，都可以擁抱自己嘅夢想，做自己想做嘅嘢，健健康康。咁我希望下一次離開演唱會唔係10年，應該唔使10年嘅。咩啊？關許太咩事啫？唔使10年。希望下次再嚟係好不久嘅將來啦。咁公司難做，所以好唔好唱翻一隻我哋大家都翻屋企？呢隻特別送俾你嘅，翻屋企湊仔嗰啲就冇份啦，走咗嗰啲。好，咁唔好長得走先。好正常嘅啦，如果聽晚冇飛嗰啲人。